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重點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6年1月28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絲跑道，場地掛牌為好地。場次386開始，場地掛牌改為好字快地，想分享下。場次388 4班1000米，4號馬合夥飛馳，尾129磅，6檔起步，300米處至200米處未能望空，最後100撻着幾步過晒，步速唔算快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89 4班1650米，5號馬街燈，尾126磅，3檔起步，轉第一個彎已領先2個馬位，直領到底，但甩贏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場次393 3班1200米，10號馬粵港支區，尾120磅，7檔起步，潘頓入彎攞位好靚，最後50收韁贏馬，但甩贏，加入備忘馬名單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